钮祜禄甄嬛欲至名门，养成皇太后慈玉，要为熹妃。此刻，在甘露寺修行3年的甄嬛卷土重来。曾经，她没落的差点死去，但如今她终于苦尽甘来。而归来的甄嬛已经今非昔比，她不仅接受文武百官的跪拜，皇上还携众嫔妃迎接她风光回宫。当眉庄看到闺蜜归来，她瞬间喜极而泣。她知道这些年甄嬛到底经历了什么，而皇上为了强调宝贝的与众不同，便告诉众人，甄嬛生下4皇子后，就自愿申请到寺庙给孩子祈福。所以今天朕特意册封熹妃以示嘉奖。而此时的玲珑本想和甄嬛打个招呼，岂料甄嬛却无视对方的存在，因为眉庄早将玲珑的所作所为告知了她。接着皇上又带着宝贝参观了大别墅，甄嬛没想到房间的一切竟如此奢侈，多多少少的让她有一些拘谨。毕竟偌大的平方，想必房贷肯定不少。你在外头受了许多苦，朕今日所做的，不过只能补偿万一罢了，不必心有不安。皇后更着意添了许多，不任敢妄论。突然，房间的香味引起甄嬛好奇，因为这种檀香她从来没有闻到过。如果里面放了某种致命物，很难想象自己和孩子的结果。因为华妃的欢宜香就是一个血的教训，等太医经过检查后才确定毫无问题，但千万不能在寝宫里种植兰花，如果两者相遇，必会发生中毒反应。温太医善意的提醒让甄嬛如释负重，幸亏她谨慎小心，不然又会重蹈覆辙。之后，4皇子闻讯也赶来给甄嬛请安。虽然弘历贵为皇子，但他也是边缘人物，无论软件和硬件都不具备登基的条件。而甄嬛刚刚进宫，又没有皇子傍身，于是两人都需要对方来优化自己的势力。只要有额娘在，我就不再是没有额娘的野孩子。有弘历，额娘也不是孤身一人了。无论你的生母是谁，你有多想她，人前人后，我都是你的生母。你不能自怨自艾，因为你是爱新觉罗氏和钮祜禄氏的儿子。额娘的荣辱和你的荣辱是一体的。很快，母子两人就在无形中达成了共识。自从回宫以后，众嫔妃的话题天天围绕着甄嬛展开。不但有人怀疑她是妲己转世，还有人说她会读心术专勾皇上的魂魄。总之，他们给甄嬛打上了妖妃的标签。当然，皇后是所有女人中最难受的一个。没想到华妃刚走没几年，又来了个劲敌，因此她故意挑拨静妃和甄嬛的关系。胧月公主也该送回永寿宫去。你这个养娘再亲，到底也比不上人家亲娘。臣妾遵旨。此话的意思，静妃听得清清楚楚，所以她立马带着公主去面见亲生母亲。由于甄嬛多年未见女儿，自然格外疼爱，可静妃却忍不住流下离别的眼泪。虽然她有万般不舍，但甄嬛才是公主的生母。而胧月见状，连忙上前给静妃擦干眼泪。月儿从今儿以后就要住在永寿宫了。新娘娘一回来，额娘就不要我了。为什么要叫新娘娘回来？胧月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曾想甄嬛是个大格局的女子，她非常感激静妃对孩子的照顾，又希望女儿有个幸福快乐的童年。于是甄嬛大度地恳求静妃，她说：“既然孩子和你特别有缘，那么就不需要顾忌我的感受，以后姐姐才是公主的亲生母亲。毕竟我现在也有了身孕，希望姐姐不吝辛苦将公主抚养长大。”面对甄嬛的请求，静妃更是感动不已，她连忙表示不仅会帮她照顾孩子，还会让公主饱读诗书，考上清华大学。事后还没出手的甄嬛，没想到竟有人率先对她展开了行动。落轿！好好的怎么会摔了一跤？这石子路本来是很好的，不知道怎么冒出几块鹅卵石，这奴才才滑了脚啊！我才回宫第2天，便已经有人等不及了。